各位朋友，你们好。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实验，这个实验可能会颠覆你这辈子对补钙的认知。你看，我手上有2个透明的玻璃杯，请大家仔细看清楚。第一杯是我们台湾人最爱的大骨汤，这锅汤我用猪大骨熬了整整3个小时，中间还加了2次水，熬到骨头都快散了。你看这个颜色白白浊浊的，非常浓稠，表面还浮着一层油花，在传统观念里，这就是最补的汤，对不对？很多阿嬷都是这样教我们的，白色的汤最营养，骨头的精华都在里面。第二杯看起来就平凡多了，这是我用板豆腐加1点水打成的豆浆，颜色比较淡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。现在我要请你做一个选择，如果你的母亲或你的孩子需要补钙，你会选哪一杯给他们喝？请你在心里先想好答案。如果你选了第1杯大骨汤，那么很遗憾，你跟台湾80%以上的家庭一样，在用错误的方式补钙，而且这一错可能就是几十年。现在让我告诉你真相，这杯看起来很补、很浓、很白的大骨汤里面，那些白色的东西根本不是钙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从骨髓里溶出来的油脂，跟汤水混合之后形成的乳化物。实际的钙含量有多少？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每100毫升的大骨汤，钙含量不到5毫克，几乎等于0。你知道这是什么钙解？念吗？你辛辛苦苦熬3个小时的汤，钙质还不如一口豆腐。更糟糕的是，你喝下去的是高油脂、高普林、高胆固醇的汤水。长期喝这种汤，会让你血脂升高、尿酸飙高、关节发炎更严重，甚至引发痛风。你以为在补骨头，结果反而在伤身体。那第2杯呢？这杯看起来平凡无奇的豆浆，它的钙质含量是大骨汤的30到50倍，而且因为是植物性的钙，吸收率还比动物性的钙更好。如果你现在觉得震惊，如果你觉得正颠覆了你的认知，请继续看下去，因为这支影片会彻底改变你为家人准备食物的方式。我会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补钙的食物，以及一个祖传的配方，让你用最便宜的食材达到最好的效果。但如果你现在就离开，如果你中途关掉这支影片，那么10年后，当你的膝盖痛到走不动，当你的脊椎压迫变矮，当你轻轻跌倒就骨折的时候，你会后悔今天没有看完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另外，请告诉我你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提出任何你想问的问题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我想先问你这几个问题，请你诚实回答。你有没有这些经验？半夜睡到一半，小腿突然抽筋，那种痛感瞬间把你从梦中拉回来，痛到你必须跳下床，用力压脚掌才能缓解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腰酸背痛，整个背部僵硬得像一块木板，膝盖在弯曲的时候会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，就像关节里面有沙子在摩擦。蹲下去绑个鞋带，站起来的时候特别吃力，需要扶着旁边的东西才能起来。有时候你走在路上，脚踝突然一阵刺痛，有时候你转个身，腰部就闪到，有时候你提个稍微重一点的东西，手腕就开始酸痛，甚至你会发现自己的身高好像矮了一点，以前穿的裤子现在变长了，以前可以轻松够到的柜子，现在需要垫脚尖才能碰到。这些症状是不是很熟悉？在台湾，特别是40岁以上的中年朋友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些问题。我们的生活形态是什么？久坐办公室，很少运动，一天可能连3000步都走不到。饮食习惯是什么？
吃得太咸、太油、太甜，喜欢重口味。早餐吃烧饼、油条配豆浆，午餐吃便当，晚上可能还要应酬，然后周末跟朋友吃火锅的时候，还要把那个汤底喝光，觉得不喝很浪费。加上台湾人特别喜欢喝手摇饮料，一天可能要喝2-3杯含糖饮料，这些糖分会加速钙质的流失，让骨质疏松的问题更加严重。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，我们都怎么想？哎呀，年纪大了嘛，正常的啦。我爸妈也是这样，这就是老化啊，没办法，上了年纪就是这样，贴个酸痛贴布就好了。但是我要很严肃地告诉你，这不是正常的老化，这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告讯号，你的骨本银行已经透支了，你的骨头正在向你求救。如果你继续忽视这些讯号，继续用错误的方式生活，5年后、10年后，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缺钙不只是骨头的问题，缺钙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。你的肌肉需要钙才能正常收缩，没有钙，肌肉就会抽筋无力。你的神经需要钙才能正确传递讯号，缺钙会导致神经传导异常，让你反应变慢，记忆力下降，甚至容易焦虑、忧郁。你的心脏需要钙来维持规律的跳动，钙不足会影响心率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甚至你的血液凝固功能也需要钙的参与。缺钙的人容易淤青，伤口不容易愈合。当你血液里的钙不够用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怎么做？它会启动一个紧急机制，从你的骨头里面把钙偷出来，用来维持这些更重要、更紧急的生理功能。就像一个家庭，当现金不够用的时候，就只能变卖家产。一开始可能卖掉一些不重要的东西，但是如果持续缺钱，最后连房子都要卖掉。一开始你不会有感觉，因为骨头里的钙很多，流失一点点，身体还撑得住。但日积月累，年复一年，你的骨密度慢慢下降，骨头变得越来越脆，像是被白蚁蛀空的木头。表面看起来还好好的，但里面已经千疮百孔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很小的意外，一个你觉得根本不算什么的跌倒，就让你骨折了。而骨折对老年人来说，往往是生活品质急转直下的开始。这些指兆，抽筋、酸痛、关节、声响、身高变矮，不是岁月留下的自然痕迹，而是你的骨本银行正在向你发出最后通牒。让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一位病人，姓林，今年52岁，她是家庭主妇，平常很注重养生。去年冬天，她在家里走路时被孙子的玩具绊了一下，本能的伸手扶住墙壁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她听到咔的一声，手腕就这样断了。她自己也吓坏了，只是扶一下墙壁，怎么会骨折？后来她来找我，我帮她做了骨密度检测，结果她的骨密度 T 值是-2，8，已经达到骨质疏松症的标准，而且不止手腕、脊椎、髋骨，全身的骨头几乎都在严重警戒线以下。林太太说，她一直有在补钙啊，每个礼拜都炖大骨汤给家人喝。我就跟她解释，大骨汤根本不补钙，然后我跟她讲了一个概念，叫做骨本银行。你的骨头就像一个银行账户，从出生到35岁，这是你的存钱黄金期，你吃进去的钙质会沉积到骨头里，让骨密度越来越高。35岁之前，你存的越多，骨本就越厚。但是过了35岁之后，情况就逆转了，你的身体开始从这个账户提款，每年骨密度会自然流失0.5%到1%。女性更惨，停经之后，因为雌激素急剧下降，骨质流失速度会突然加快，一年可以掉2%到3%。这就像银行突然发生挤兑危机，
如果你年轻时存的不够，中年又没有持续补充，股本账户很快就会变成负债，骨头变脆、变空，任何小撞击都可能让你骨折。脊椎骨受不了身体重量，会慢慢压扁，让你越来越矮、驼背。所以，当你的股本账户已经透支，千万不要再相信大骨汤这种错误偏方。你需要的是真正有效的补钙方法。那么，到底要怎么办？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补钙，才能真正帮助到骨头？是不是要去买很贵的钙片？是不是要每天喝一大堆牛奶？还是要吃各种进口的保健食品？答案是都不用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配方，这个配方是我从老一辈的中医那边学来的，经过我自己10年的临床经验，加上现代营养学的验证，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，这是最有效、最经济、最安全的补钙方法。我们叫它5保养骨汤。这个配方有3大特点：第一，材料便宜，全部加起来不到100块钱，任何家庭都负担得起；第二，到处都买得到，你不用去特殊的药材行或进口超市，家里附近的传统市场、超市全部都有卖。第三，吸收效果好，它不是单纯提供钙质而已，而是创造一个完整的吸收环境，让你吃进去的钙真正能够进到骨头里。那这5宝是哪5宝呢？第一宝板豆腐，第2宝番茄，第3宝红萝卜，第4宝金针菇，第5宝鸡蛋。就这5样东西，你的冰箱里面可能现在就有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很平凡，对不对？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。这5种食材，每一种都扮演着非常重要而且不可取代的角色，它们就像一个团队，各司其职，相互配合。板豆腐是钙质的来源，提供原料；番茄创造酸性环境，帮助钙质溶解释放；红萝卜引导钙质进入骨骼，让它固定下来；金针菇清理肠道，增加吸收通道的效率；鸡蛋启动维生素 D 机制，让钙质真正沉积到骨头里。5个环节环环相扣，形成一条完美的钙质吸收链，少了任何一个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如果你现在对这个配方感到好奇，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，请你帮我按个赞，并且把这支影片收藏起来，因为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详细解释为什么这5宝这么厉害，以及它们背后的科学原理。这些内容是你绝对不想错过的。现在让我一个一个来跟你解释为什么这5宝这么厉害。第1宝，板豆腐。豆腐是植物性钙质的最佳来源，一块标准大小的板豆腐大约300克，钙含量可达300到400毫克，相当于2小杯牛奶。传统板豆腐制作时会加入硫酸、钙或氯化镁作为凝固剂，这些钙会直接融入豆腐结构里，这跟大骨汤完全不同。大骨里的钙是抢磷灰时被牢牢锁在骨骼框物质结构里，你熬3天也煮不出来。但豆腐的钙已经在制作过程中被释放了，是以离子形式存在，随时可以被人体吸收。而且豆腐还含有优质蛋白质，是构成骨骼有机质的重要原料。你可以把骨骼想象成一栋房子，钙质是砖头，蛋白质就是钢筋水泥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小技巧，买回来的板豆腐如果有豆腥味，可以切块，用淡盐水泡15分钟，不但能去腥，还能让豆腐更扎实，煮汤时不易碎。记住要选板豆腐，不要选嫩豆腐，因为嫩豆腐的钙含量低很多。第2宝，番茄。番茄的角色是创造最适合钙质吸收的化学环境。钙质要被人体吸收，需要酸性环境。在酸性环境下，
钙盐的溶解度会大幅提高，不溶于水的钙化合物会转变成可溶性的钙离子，而钙离子才是小肠能直接吸收的形式。番茄含有丰富维生素 C 和天然有机酸，包括柠檬酸、苹果酸，这些酸性物质会让汤底 pH 值微微下降，创造出弱酸性环境。在这个环境里，豆腐里的钙体更容易释放到汤汁里，也更容易被小肠吸收。番茄加热后会释放茄红素，这是很强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保护血管。但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需要油脂才能吸收，所以我们要先用油炒番茄，而且要炒到软烂出汁，才能把茄红素完全释放。技巧：番茄先用火烤过，把皮烤裂后泡冷水，皮就很容易剥掉。去皮后切块，炒到软烂，汤的颜色和味道会非常浓郁。第三宝，红萝卜。红萝卜的作用是把吸收进体内的钙真正送进骨头并固定下来。红萝卜含有大量贝塔胡萝卜素，进入人体后会在肝脏转化成维生素 A。维生素 A 对骨骼健康有2个重要作用：促进骨骼细胞分化和成长，以及帮助钙质沉积。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盖房子，钙质是砖头、蛋白，质是钢筋。维生素 A 就是把砖头跟钢筋牢牢粘在一起的水泥，没有这个水泥，砖头堆再多也会垮掉。当血液里的钙要进入骨骼时，需要特定蛋白质来引导和固定，这些蛋白质的合成也需要维生素 A。红萝卜还有天然甜味，可以中和番茄的酸味，让汤更顺口，小孩也会喜欢。切红萝卜时建议用滚刀块，就是斜切一刀，滚动90度，再斜切一刀，这样受热均匀，容易煮透。贝塔胡萝卜素也是脂溶性的，所以要跟油一起烹煮才能完全释放。第四宝，金针菇。金针菇的功能是清理肠道，增加整体吸收效率。我们吃进去的营养不是100%都能吸收，如果肠道里堆积太多油脂、宿便或未消化完全的食物残渣，营养素经过时就会被阻挡，吸收率大幅下降。金针菇含有丰富膳食纤维，而且纤维特别细、特别柔软。这些纤维进入肠道后，就像一把软刷子，温和地清理肠道内壁，把粘附的废物、毒素、多余油脂统统清理前进。这样，当钙质经过小肠时，就有一条前进畅通的通道，可以顺利被肠壁吸收。你可以把金针菇想象成高速公路清洁车，先把路面清前进，其他车子就能顺畅通行。金针菇本身也含有丰富氨基酸，特别是赖氨酸，对中老年人免疫系统有帮助。选购时要注意，好的金针菇根部应该是白色，菇伞比较小紧实。如果菇伞张开很大或根部有粘液，就是不新鲜了。第五宝，鸡蛋。鸡蛋是这锅汤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因为蛋黄含有丰富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在钙质吸收过程中扮演绝对核心角色，没有维生素 D， 前面所有努力都会白费。当钙质进入小肠后，需要靠钙结合蛋白才能穿过肠壁进入血液，而这个蛋白质的合成完全依赖维生素 D。你可以把维生素 D 想象成启动开关，这个开关一打开，身体就会大量制造钙结合蛋白，像搬运工一样把钙从肠道搬到血液里。如果没有维生素 D， 开关打不开，你吃再多钙也没用，全部会从粪便排出去。现代人普遍缺维生素 D， 因为维生素 D 主要来源是阳光，但现在大部分人每天都待在室内，真正晒到太阳的时间非常少，很多人出门还要擦防晒、撑伞。
所以从食物补充维生素 D 非常重要。鸡蛋是少数含有天然维生素 D 的食物之一，一颗蛋黄大概可以提供40到5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， 对日常补充很有帮助。打蛋技巧：先把蛋打散到蛋白，蛋黄完全混合，汤滚后关小火，用汤勺慢慢画圈，让汤汁产生漩涡，然后顺着漩涡把蛋液慢慢倒进去。这样打出的蛋花会非常均匀漂亮，而且越细碎，表面积越大，维生素 D 释放效果也越好。5个食材，5个环节：板豆腐提供钙源，番茄创造吸收环境，红萝卜引导钙质进骨头，金针菇清理肠道通道，鸡蛋启动固定机制。这就是一条完整的科学的钙质吸收链。好，理论讲完了，现在我要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这道5保养骨汤。整个过程大概15分钟，非常简单，完全不需要什么高超的厨艺，只要跟着我的步骤做，保证你第一次就能成功。第一步，准备食材。首先，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准备好。板豆腐1块，大概300克，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方块。切得太大不容易入味，切得太小，煮的时候容易碎掉。2公分是最刚好的大小。番茄2颗，中等大小的就可以。用我刚才教你的方法，烤一下去皮，然后切成块状。如果你真的没时间烤，至少也要把番茄底部用刀画个十字，然后用滚水烫30秒，皮也会裂开，比较容易剥。红萝卜1条。去皮之后切成滚刀块，记住滚刀块的切法是斜切1刀，转90度，再斜切1刀，这样受热最均匀。金针菇1包，大概150克左右，把根部切掉大概2公分，然后用手把金针菇撕成小束，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前净。金针菇很容易藏污纳垢，一定要洗仔细。鸡蛋1颗，打入碗里。用筷子或打蛋器打散，打到蛋白跟蛋黄完全混合，看不到白色的条纹位置。另外还需要准备3到4瓣大蒜，切成薄片，香菜或葱花少许，最后要撒在上面提味用的。第2步，爆香。锅子烧热，倒入大概1汤匙的油，不用太多，因为我们不是要炸东西，只是要爆香而已。用中火把油烧到微微冒烟，然后把蒜片倒进去。你会听到滋的一声，蒜香立刻就出来了。用锅铲快速翻炒几下，炒到蒜片变成淡金黄色就可以了，不要炒到焦黑，焦了会苦。这个步骤很重要，因为蒜香是整锅汤的香气基础，而且大蒜本身也有促进血液循环、增强免疫力的功效，对中老年人特别好。第3步，炒番茄。蒜片爆香之后，立刻把番茄块倒进去，转成中大火，用锅铲不停地翻炒，同时可以用锅铲的边缘压一压番茄，帮助它出汁。这个步骤要炒3到4分钟，直到番茄完全变软变烂，汤汁变成浓稠的红色。你会看到番茄的果肉几乎都融化在汤汁里面了，这就对了。为什么要这样炒？因为番茄里的茄红素和有机酸都需要加热才能完全释放出来，而且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需要油脂的帮助才能被人体吸收，所以我们要用油炒番茄，而不是直接加水煮。炒番茄的时候，你会闻到一股酸酸甜甜的香味，这就是番茄的精华正在释放的信号。第4步，加入红萝卜跟金针菇。番茄炒好之后，把红萝卜块跟金针菇倒进去，快速翻炒1分钟。这个步骤是让红萝卜跟金针菇的表面也沾上油脂，这样贝塔胡萝卜素才能更好的释放出来。翻炒的时候，你可以闻到菜香跟番茄的酸香混合在一起，非常开胃。第5步，加水煮滚，放豆腐。现在倒入热开水，
大概1000到1200毫升，刚好盖过所有的食材就可以了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要用热开水，不要用冷水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用冷水，水温突然下降，豆腐的表面会瞬间收缩，质地会变得很粗糙，口感也会变差，而且冷水会让锅子的温度骤降，整个烹饪节奏会被打乱。用热开水的话，温度变化比较小，豆腐的质地可以保持细嫩。水倒进去之后，开大火把汤煮滚，滚了之后，把豆腐块轻轻放进去，然后转成中小火，让汤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，煮5分钟。在这5分钟里，番茄的酸会慢慢渗入汤汁，创造出弱酸性的环境。豆腐里的钙质会在这个环境里慢慢释放到汤里，转化成容易吸收的钙离子。同时，红萝卜和金针菇也在这个过程中煮透，营养素充分释放。你可以看到，原本清清的水，现在已经变成橙红色的汤汁，颜色非常漂亮。第6步，调味。5分钟之后开始调味，加入1小匙盐，大概5克左右，不要太多，因为我们要考虑到中老年人的血压问题，清淡一点比较健康。加一点点糖，大概半小时就好。糖不是为了让汤变甜，而是用来提鲜，让汤的味道更有层次。加少许白胡椒粉，大概1/4小时。胡椒可以去腥提香，而且有温暖肠胃的作用。最后加几滴黑醋，大概5到8滴就够了。为什么要加醋？因为醋也是酸，可以进一步帮助钙质的溶解，但是量一定不能多。加太多汤会太酸，反而不好喝。调味料全部加进去之后，用汤勺搅拌均匀，然后自己尝一下味道。如果觉得可以了，就可以进入最后一个步骤。第7步，打蛋花，撒香菜。这是最后一步，也是最需要技巧的一步。先把火关到最小，让汤汁保持微微冒泡的状态就好，不要大滚。然后用汤勺在锅里慢慢画圈，让汤汁产生一个温和的漩涡。顺着这个漩涡的方向，把打好的蛋液慢慢均匀地倒进去。注意，不要一口气全部倒下去，而是要细细的一条线一条线地倒。蛋液接触到热汤的瞬间就会凝固，顺着水流形成漂亮的蛋花，就像黄色的丝带在汤里飘舞一样。等蛋液全部倒完，停止搅拌，让蛋花自然定型，大概10秒钟。最后关火，撒上香菜或葱花，完成。锅金黄色，香气扑鼻，营养满分的5保养骨汤就完成了。重要提醒，有几点要特别注意。如果你有痛风的病史，或者尿酸偏高，金针菇的量要减少1半，盐也要少放，因为痛风患者需要控制普林和钠的摄取。如果你有肾脏方面的问题，盐要减量，汤也不要喝太多，因为肾功能不好的人需要限制水分和钠的摄取。不要用嫩豆腐或豆花来取代板豆腐，嫩豆腐的凝固剂用量少，钙含量只有板豆腐的1/3到1半，效果会差很多。这锅汤最好趁热喝，因为温热的汤可以促进胃肠蠕动，帮助消化和吸收。如果放凉了再喝，效果会打折扣。建议1个礼拜喝2到3次，持续喝3个月。你会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，早上喝或中午喝都可以，但是晚上太晚的话就不建议，因为会增加夜间上厕所的次数，影响睡眠品质。另外，喝这个汤病不代表你就可以完全不注意其他的饮食习惯，你还是要注意均衡饮食，多吃深绿色、蔬菜，适量运动，晒太阳。补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，不是只喝1碗汤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但是
这碗汤可以作为你日常补钙的重要一环，而且是非常有效、非常经济的一环。简单15分钟，你就给了自己的骨头一场真正的盛宴。还记得我刚才提到的林太太吗？后来我把5保养骨汤的配方交给她，请她每个礼拜煮2次来喝，坚持3个月。3个月之后，林太太特地来诊所找我，她说这3个月她很认真，每个礼拜都煮2次5保汤，1次自己喝，1次跟家人分享。她告诉我，最明显的变化是晚上不再抽筋了。以前她每个礼拜至少会抽筋2、3次，现在已经2个多月没有发作，而且爬楼梯的时候，膝盖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痛了，可以从1楼爬到3楼，不用休息。最让她开心的是，她现在可以放心的抱孙子了。以前她都不敢抱，怕万一膝盖一软，把孙子摔了怎么办？现在她可以抱着孙子在公园里走来走去，还可以陪老伴去散步。她说，一生这个汤改变了我的生活，这就是我最想看到的画面。正确的营养不需要花大钱，只需要坚持。5保汤的材料全部加起来不到100块钱，但是它给你的是10年后、20年后还能健康行动的身体。你想象一下，10年后的你，骨头强壮，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可以陪家人出去玩、去爬山、去旅行，不用担心骨折，不用依赖别人。这个画面值得你现在就开始行动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礼拜煮2次5保汤，不要等到骨头真的出问题了才后悔。预防永远比治疗容易。拜托你，一定要按赞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爱的人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任何一个40岁以上的人都需要这个资讯。你的一个小动作，可能让别人的骨头少痛10年，可能让一个家庭免于照顾卧床老人的辛苦。这不只是一锅汤的配方，这是一份爱的传递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愿你健康、骨强、心安。